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7日，箴言13章13到14節安尼講：藐視道理的，家己處滅無；敬畏誡命的，未得到報賞。智慧的人的法度是活命的水泉，為予人離開死無的路網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看重道理，敬畏誡命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阮生命的泉源甲願望，你是阮艱難中的幫站，你是患難中的扶持，你是阮困境中的指引，你是阮軟弱中的開難。主啊，你的話是阮腳前的燈，路上的光。我們一生遵循你的教示來行，因為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，你是智慧的根源，是阮活命的根本。主啊，我們看重你對阮的教示，也要照你的誡命來行，因為藐視道理的，家己處滅無；敬畏誡命的，未得到報賞。智慧的人的法度是活命的水泉，為予人離開死無的路網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